今日係2025年嘅6月10日，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航程第1738日。過咗端午節，盛夏突然間出現，落雨呢，快必冇得運動，慘嘅。但係天氣太好，陽光太勁呢，喺中午時候做運動，快必同幾個同學一齊踢毽，都係另外一種慘。快必話呢，正午時候係運動時間，烈日當空之下呢，嗰對運動鞋係啡色嘅，佢叫啡飯魚啦，仲要係鴛鴦嘅。左腳呢43號，右腳42號。佢話自己原本嘅 size 係41㗎，冇計啦，同政府共度時間啊嘛。快必呢同先兩日探訪嘅中同講，因為呢太熱啦，所以呢都係赤膊踢毽嘅，曬到呢背脊甩晒皮，冇得搽防曬㗎。問船上嘅醫生呢有啲咩法子，個醫生話曬啊，唔好落去運動咯。哇，真係講得好啱啊！快必呢又話俾中同聽啊，星期日呢嗰杯奶茶聽講係曾經坐過監啊，後嚟做咗立法會議員嘅金撈尖爭取翻嚟嘅，而家子承父業啊，罪業個業啊，佢呢都入咗嚟石壁。如果阿仔呢可以爭取到太陽油嘅話呢，咁佢哋兩父子啊都可以寄入香港監獄風雲史冊啦，永遠有人記得佢哋。其實呢，除咗係做運動，烈日當空之下熱到飛起之外呢，做完運動沖個凍水涼都好爽㗎。快必話呢，返到自己間房啊 OK 嘅，特別係呢，係近嚟呢，佢隔離兩間房都係吉嘅，走廊外面嘅風扇呢，可以調校個角度呢，對正佢間房，所以通風啦，又涼浸浸啦，石壁嘅環境呢，點都比荔枝角好啲。因為呢 M+ 有畢加索嘅畫展啦，除咗有報紙報導之外呢，都有朋友寄資料俾佢嘅，所以呢，又再刺激起呢快必嘅創作靈感。5月中呢，快必話自己又開始做畢加索啊，攞翻起水彩畫筆畫翻畫，當然啦係抽象嘢多啲。通常喺晚餐之後啦，晚上7點半左右，職員呢循例入嚟呢，搜查完房間之後呢，佢就開始畫啦，畫下畫下，唔經唔覺，好快呢就會到10點，咁呢就係夠鐘上床瞓啦。因為呢開始畫翻畫，咁呢又可能因為夏天不是讀書天啦，快必話呢排睇書嘅速度呢慢咗。亦都呢懶洋洋咁，唔想睇太用腦啊太多字嘅書，所以呢就叫家人6月份呢入多啲唔同嘅雜誌俾佢睇啦。除咗日本時尚服裝之外啦，八卦雜誌啊、行山露營啊、手錶眼鏡佢都啱嘅。中同呢又同快必傾到啊，落船之後呢要去飲早茶，快必問佢哋邊間好喎。佢呢話知道呢中環蓮香開返喎，仲會唔會係水滾茶靚呢？重開嘅點心係唔係都係啲老師傅做呢？好唔好食嘅呢？佢呢已經諗定要食啲乜㗎啦，基本嘢蝦餃、燒賣、腸粉、叉燒包，仲有芋角佢最 like 嘅棉花雞、山竹牛肉、鳳爪排骨飯啊，一定要啦！仲有2年，快必呢就已經約定中同啦，同埋各方好友要呢一齊去飲茶。以上呢係快必最近嘅生活點滴啦。呢個星期呢仲未收到快必寄出嚟嘅信啊，但係呢佢有一篇快必讀贏，繼續講影子現象學。佢話呢其中呢講小丑呢嗰一章呢，佢覺得係成本書最好睇嘅部分，不得不向大家推介。內容呢係咁嘅：黑暗黑夜呢都有正面嘅意義。蝙蝠俠黑夜之神唔係就係有呢一個想法嘅表現咩？蝙蝠俠呢係我最 like 嘅一套英雄片。古代嘅王呢，具有無與倫比嘅絕對性，以及呢賭命嘅危險，必須為天災失收啦、戰敗啦，甚至被刺殺付上代價。為咗令到王持續享有特權，並且呢避開危險，要有人呢成為代罪羔羊嘅角色。
體現一種死與重生嘅禮儀，揾一個角色代替王去死。喺王嘅身邊呢，必須有一個小丑扮演失敗者，代王接受懲罰，而小丑呢係王嘅無限絕對性嘅影子，製造出小丑。此外，一個王國、一個法權要存在呢，就必須有明確嘅疆界。內部嘅黃土，外部呢就係邪惡。唔服從王權、法權絕對性嘅人呢，就係惡人、罪人，要定罪、要悔改。但係王一方面呢，宣稱隔離國家嘅呢都係惡人，另一方面呢，就要同隔離國家呢交往嘅。喺呢個時候呢，正正係小丑大派用場嘅時候啦。因為小丑係笨蛋、蠢蛋，所以呢被允許呢同呢一啲惡嚟交往嘅。蠢蛋同鄰國人交往嘅時候呢，係唔需要作出任何善惡嘅判斷，而交往嘅結果呢，亦都為王國帶嚟好處嘅。古時代嘅俄羅斯呢，就會起用外國人呢嚟擔任小丑。小丑喺王國嘅邊緣，喺秩序之外，係可以同鄰國互通嘅。小丑可以暢行於兩個世界。舞台或者馬戲團入面嘅小丑呢，會着黑白或者紅白間條嘅服裝，象徵住佢哋遊走於兩個世界。一個王國之內啊，為咗維持佢嘅秩序同埋統一性，必須呢就割捨矛盾，製造規範。而為咗維持規範同埋穩定呢，經常要犧牲事實，甚至真相真理。一切抵觸皇權法權嘅，無論係啲乜嘢嘅真相真理，人呢都必須視而不見。逐漸係咁嘅話呢，遭受到壓抑嘅真理真相將會呢逐漸擁有力量，最終積累呢成為足以推翻王國嘅力量。喺呢一個時候呢，小丑扮演呢最早發現並且揭露真相嘅角色，打破規範，如實咁講出真相，係小丑嘅使命。佢好可能呢會因此而冇命嘅，但係如果係當成一個小丑、一個笨蛋、一個諧角咁講出嚟嘅話呢，或者係可以被原諒嘅。不過當然要視乎呢一個王國嘅暴力有幾暴力啦，又或者人知道呢一個小丑講嘅係真話，小丑嘅真話，所以被容許。有咁樣嘅一首詩：請幫我穿上條紋的衣裳，請給我說出內心話的自由。於是我將徹底洗淨這變態世間的骯髒身軀，保護自由講出真話嘅制服，作為道出真相嘅人。小丑力量同埋想像力係幾咁巨大呢？快必今日嘅口信呢，話佢收信收到5月底啦。大家寫俾佢嘅信，佢都一一收到。所以如果未回覆到你嘅話呢，唔好氣餒啊！特別係寫開信嘅朋友，唔好停，請繼續寫啊！如果好耐冇寫過信嘅呢，就請快啲加入翻筆友嘅行列。如果你仲未寫過信俾快必嘅話呢，就唔好怕醜，唔好懶啦。嗱，唔拎起紙同筆寫封信寄張卡俾佢啦，因為收到你哋嘅信同卡對快必嚟講係好大嘅支持同鼓勵。有時間寫埋俾慢必都好噶，一樣可以寄去七姊妹郵箱。不過提醒一下，寫信寄卡記住唔可以有閃粉，唔可以有貼紙，唔可以用釘書單，亦都唔可以係 3D 突出嚟嗰種。但係燙金燙銀嗰啲就 OK 嘅。來信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